就是昨就是看电视、看新闻 TVBS， 就看到什物高嘉瑜的事件，甲因男朋友姓林的，就变讲迄电视台，用甲讲亲像讲会白手套啊，就拢民进党会安怎饲网军有诶无诶，就昨就安尼看着讲心肝做艰苦诶，想讲害安尼以后会讲家这物件这热茶摕插起来，以后会讲造成一个灾难无？是讲公投本地可能就会拢是同意较济啦，这就无啥物会影响着，就本地就会死去，就有看开。毋过想讲哪会安尼摕吵甲安尼变政治诶事件，昨就心情诚郁卒。阮翁有甲我安慰啊，伊本底就讲爱监督政府，伊就想讲，新闻安尼处理诚好啊，人民有爱需要知影讲这是毋是有啥物政治诶不好诶所在，爱甲伊并出来。毋过我就讲，这本地遐单纯诶事件，安尼摕无限上纲，无限上纲，阮就烦恼啊。今仔日就有甲同事去讲即件代志，就是讲，其实就是心内就是会伤烦恼啊，烦恼甲静静听着公投，就开始为怪怪、刺酸，实在是无必要安尼。其实应该是需要调整家己。昨就阮翁就看我即种状况，就用这零二猫讲心灵伊就讲一寡代志。伊诶重点就是讲，拄仔好这零二猫拄着无好诶代志，毋过伊无讲是啥物艰苦诶代志，伊个人发生诶，伊就讲，若讲伊讲哪会发生即种代志，足怨叹诶。这意思就是讲，伊无信任伊诶大我，伊诶即个较悬诶自我较悬诶自我，伊无信任。这就亲像讲上帝。我今仔有听一寡信耶稣诶人讲啊，伊嘛是共款诶意思，就是讲上帝会带领咱人去倒位，伊拢有伊诶安排，就是上好诶安排。迄零二猫，伊嘛差不多即种意思，就是讲较悬诶自我，伊安尼安排，虽然互咱感觉真痛苦，毋过会发生，就是因为有需要，而且拢是伫上好诶时间发生。只是讲咱人即个肉体诶即个自我肉体内底诶自我毋知影为虾物会安尼，阁受着这社会主流观念诶影响，亲像我可能就是受着这网友共温声影响，就家己想甲足歹诶，讲哪会安尼替互人操作去，
就是其实爱想讲，进前嘛是高端啊，去互操作，搁疫苗，操作甲会成讲，迄政府拢伫做歹代志，拢无负责任。迄个时阵，陈时中着互这叫啥？就是着互讲甲诚歹听安尼。即马嘛是过了过了以后，就无代志啊。进前是有疫情嘛，有人去画着，逐个就开始安尼骂，每一支喙拢有一个意见。迄时阵嘛是听甲足痛苦的，就想讲高端嘛，毋是啥物，嘛无啥物遐重大安尼被互人讲甲安尼。其实即马嘛是共款啦，进前的代志其实拢会过，就是一个话题就一直吵嘛，吵久啊，即马搁讲高端就无意思啊。我相信讲，爱看较远的，而且嘛毋免讲伤烦恼，就是吵吵闹闹。阮同事的意思就是讲，其实若会阁有热，就是会去搭来搭去。若搭来搭去，你著家当做诚正常，我著豆豆嘛伫调整，嘛是想讲，其实伫公司安尼有机会，就是去解决真正去思考一寡问题。知影讲足侪问题其实是家己的问题，家己会当去处理。今仔就阁有看到讲，有这台语的老师伫找学生。毋过我想讲，我的时间就是讲拜六甲拜日放假的时间，拢爱去阮翁的公司甲伊斗相共。无就是讲有安排一寡活动嘛，是爱陪翁，就较无法度去上课。毋过咧，就是讲一开始会想足济，毋过久啊，就讲其实嘛不要紧，就是甲这老师就是讲的，用台语安尼开讲一个嘛袂歹。一开始就足惊讲，就无啥物时间既然搁既然介新老师拢足期待讲我就会去上课。毋过就是讲好清楚就好啊。而且嘛会当练台语啊，安尼开讲安尼，就是讲毋免伤无安全感，其实毋免安尼。足济要安怎讲，就是甲足济代志拢放互轻松。有的人为什么爱讲相处相爱简单，毋过相处就无简单，就较困难。就是讲有的人伊就是做侪原则的，伊一个人伊就要求家己安尼无问题。毋过若讲两个人斗阵的话，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别人就讲我安尼做嘛袂当，安尼做搁犯着，搁啥物犯着天条有诶无诶，就变讲相处就是会发生足侪冲突。我就想讲，我就莫变这款诶人，我就是爱分较清楚，就是讲有诶时阵啊，我诶价值有伫倒位，我就莫讲啥物拢要甜，嘛想讲足侪朋友诶，即摆嘛算有足侪朋友，身躯边诶人啊、同事啊安尼，亲情古早，拢对我足满意诶，拢是即种标准，其实拢是这社会上互咱诶标准，互咱诶标准，就变讲
我著受这标准的影响。其实啦，就是豆豆调，就亲像讲学台语，有时阵就是正经的惯势，就会讲台语爱安怎讲毋过去学台语了，较发现讲无我的发音是大家拢讲毋对，我嘛对咧讲毋对，有诶是发音无做正，无就是讲话无够顺，就是毋过拢会当豆豆调整，豆豆练习。若讲对家己阁有心灵的道理嘛是共款。有时阵若是去看足侪道理的，拢足深，而且拢足好的，毋过家己去做实在是有时阵变讲喙皮讲啊拢破，毋过家己若拄着啥物挫败，就开始怨天怨地。进前伫写小说、伫公布小说的时阵，我嘛学真侪心灵的物件，道理拢知，毋过若讲有人有较无好的，毋是我期待中的，毋是我期待的回应，我就开始掠讲。即马若讲伫外口讲台语嘛是啊，有人若开始讲，发现讲我的调安尼怪怪，就听会出来，就开始讲，你安尼，你倒位人啊？你客人啊？安怎？我嘛是会开始掠讲，毋过咧，就是豆豆去调整，一开始是足掠讲的，豆豆一摆搁一摆，就互家己自信，就讲这一开始讲无啥好势，拢会安尼，莫家想遐严重，这就亲像讲，若看社会新闻啊，有的人啊，就甲人相拍，甲人有冲突，就摕刀仔去甲人刣，搁甲人刣死。我想讲，这其实就是讲，人有时阵就是会掠讲，掠讲就是讲，平常时无好好训练，掠讲大家拢有，因为大家拢有一个点就是不爱互人讲，不爱互人卡着。毋过人就是别人就是会去爱着即个点。即个时阵就是爱家己做紧的，家己看开，就是爱训练。阮即马嘛是安尼，一开始就真掠讲，即马嘛会去甲人讲这人拢害我，拢甲我嫌我台语无好安尼。嘛是会讲出来，袂当迄个人的面，毋过就是有机会就安尼甲伊讲出来。就是讲用我家己的方式，去甲伊消化。毋过我嘛爱豆豆仔知影，莫讲每摆拢看甲遐重，豆豆仔家己有若对家己足有自信的，就袂安尼啊，就想讲，我的价值阁有我的优点，伊看袂出来，伊毋知影，毋免感觉足委屈的。亲像讲，我会晓认捌台文，嘛会晓写台文的文章。我相信嫌我台语无好的人，伊嘛无开始伫学台语啊。伊就想讲，伊就会晓讲，毋过无正讲，无正讲。毋过伊就想讲，伊听别人讲，拢是安尼，足顺的。听我讲，就是想讲。伫学台语拄仔学的人，伊就开始会好闲，就开始会安怎。毋过我相信讲，伊会去嫌，毋过伊家己袂进步。伊嘛袂讲台语足重要的啊，伊去学啊，去加捌几个台语的用法。我相信甲我嫌的人拢袂安尼，伊有可能想讲要加趁钱啊。
啊无就去练英文有诶无吼，我著毋免甲因讲啥物话吼，安尼受着影响，吼，其实毋免啊。著是爱豆豆仔安尼去想互开，著亲像讲进前讲着高端疫苗啊，无讲着CDC 有好好讲去处理台湾疫情的代志。当然电视阁有讲在野党的立委就会开始找你的芳嘛吼。迄个时阵就讲哪会遐委屈，就甲家己的委屈甲这官员当着的委屈拢家己揽斗阵。即马就开始会当想互开，讲这公道就亲像罢免共款嘛，罢免就是有一天就会结束嘛。结束像陈佩维这个罢免掉就安尼尔嘛，毋是讲伊嘛人无安怎嘛，人嘛好好嘛无离开即个地球，伊嘛会使做伊的代志，伊嘛有影响力，就是毋免想甲安尼讲，这世界都黑暗面嘛无遐严重，我就开始去家己去思考安尼，上重要的就是爱相信一寡代志，相信家己的价值其实拢是安排好的，就是讲有一个所在需要我去发挥，这就亲像讲，若即摆世界每一人拢甲台语当作华语共款，每一人拢会用台语去写文章，写甲真好，逐工拢讲台语安尼，其实就变讲，阮颠倒讲我的价值无遐稀奇嘛是有价值，毋过就是逐个拢做共款的代志，就亲像讲，即摆人每一个拢想要趁钱，若讲足够趁钱，当然是做好因的，有钱无嫌济，嘛会当做侪代志嘛吼。毋过就讲，我相信对即个宇宙来讲伊拢有替每一人安排伊爱付出，爱去伊价值即个方向。毋过足侪人就是爱趁足侪钱，无就是爱做大公司内底去大公司食头路，嘛是趁足侪钱，而且阁升起来做主管，这名声真好听。毋过我相信讲，这宇宙袂安尼每一个人拢安排甲共款。会共款是人拢是安尼，这社会就是安尼，拢会去看第一名咧创啥，结果大家拢去追求，拢去找这社会上稀罕啥物，稀罕钱钱上好用无就稀罕讲，这人去过别人无去过的所在，就是有一寡代志是无人去较注重无人较注重，大家拢无伊，拢较袂去，拢较袂去探听。毋过对宇宙来讲，这就是共款的价值。这价值无分悬阁有低，毋是讲这人做甲啥物干部啥物大公司的啥物化水的监督，逐个拢熟悉，拢捌伊，伊的价值较悬。这无宇宙来讲，到遐甲人拢共款毋是讲人就较了不起。
啊，阮即马做啥物代志的价值，对宇宙来讲嘛是共款的。有可能伫别人的心目中，人类的心目中有分悬价嘛啊，这人这嘛袂趁钱啊。若讲伊是会摕着啥物歌王客话歌王，人有讲好安尼袂歹。啊，若讲是讲啥物华语，若是歌王，有可能就是趁上侪钱的人，这代言的费用是上悬的。啊无就是伊的美奖业内底的美奖是几亿的安尼大家拢讲安尼足兴盛，而且足好诶。足侪人拢会去关心。这就是讲，咱即个地球的人类是有分别心的。毋过对宇宙来讲，这无啥物分别心，无啥物人是宇宙上爱的。啊，有诶就宇宙讲这有这本数，其实拢袂安尼。毋过咧，咱人会用社会眼光来看家己，就会受着足侪苦，会受苦。有诶人是成功啊，伊讲要趁钱，要去一间公司，啊无讲伊要伫伊诶即个专长去趁足侪钱。足侪人拢做过伊诶学生，变讲这叫成就。有诶人是真正讲足拍拼，而且伫伊诶即个管区内底伊诶成就真正是第一名、第二名。毋过有诶人就是较普通，就是有去练亲像举一个例，就是写小说即件代志。有诶人写小说写甲讲伊诶小说阁去做戏剧，去做迄网架有诶无诶。每一个大多数诶人拢听过伊诶名，看过伊诶小说。嘛有人就是家己写小说，毋过伊家己看过尔，伊可能囥网络顶头，逐家拢袂去看嘛有。就亲像讲我写诶小说，有可能较袂讲，较要逐家拢诚爱看，拢足有兴趣。嘛是有，这就是成就。有诶人成就就是踏着时机，成就诚悬。有诶人就是普通。咱共款讲台语嘛，有人讲变讲有踏着时机，变去访问拢爱找伊，逐家拢熟悉，拢捌伊。嘛有这种，嘛有讲嘛是伫台语的科仔去拍拼，毋过就较无人熟悉。就是方式无共嘛。嘛无啥物资源，还是讲啥物作品，互大家拢知影迄个人有一个代表性。有诶人嘛无啊。真正啥物人拢有。有诶人可能会追求这咱即马就是爱看讲，对我来讲，我伫啥物状态我有法度讲去接受我即摆的状况无？就亲像讲我即摆接受讲，可能我写的华语的小说较无人爱看，嘛有可能以后写台语的小说，大家嘛看无，讲这人伊这到底啥物意思？而且讲台文的物件，就是看的人搁较少，迄嘛有可能。毋过这代志发生，我需要爱
安怎去，互我家己白讲有助，这就是我需要去训练的，我需要去思考的。这其实就亲像讲即摆我有支持讲政府就对伊较信任，毋过伊嘛会拄着一寡代志，就讲哪会讲一个事件家暴的事件，就变讲即个党拢内底拢是乌萝卜，这拢是西凉世道，有诶无诶？有嘛有可能会看到即种状况，即个时阵，我诶心情就是爱去调整，就是讲，我着接受讲着即摆诶民意就是安尼，我嘛无法度去勉强讲足气诶。这着想讲，这代志拢会过去，而且人嘛会改变有可能我嘛明年着搁看到一个政治诶立场，讲这搁较好，嘛有可能着转变着毋免讲做固执，讲一定爱安怎吼。即摆我拄着诶，就是我着一直想讲，一定爱安尼，一定爱安怎，就亲像讲，我若伫外口讲台语，我着想讲，一定爱讲，大家虽然讲无勉强讲回应我诶话是用台语去应话吼，无勉强，这嘛无法度勉强。毋过嘛希望讲，莫讲台语，大家就安尼，就去问东问西，搁讲台语讲甲无好势，是拄仔伫讲。就是讲，我当然嘛有希望讲较顺的，拄着较顺的即个景，这就是地球的一个景嘛吼。毋过呢，就会发现讲，部内拄仔好，我拄着的景，毋是我想要爱的。这个时阵，我着需要用我的思想，用我的智慧，无法度转变即个境，毋过我有法度转变我的想法，至少莫互家己遐艰苦。其实为虾米宇宙会安排我诚艰苦咧？我若无艰苦，我就袂去思考讲我应该爱安怎做，我应该爱安怎转变家己的思考。若今仔讲对任何代志拢无差，无差的话，伊袂痛苦，伊就袂去生长。就是讲，就是有感觉毋过毋是讲有感觉就毋对。这有感觉会听甲艰苦济寡，足痛苦。其实是为着要互家己去转变，去甲以早做的代志、想的物件拢无共款。若你无安尼去转变，就继续痛苦无想要痛苦，就是爱想办法去换一个思考的方式。所以讲，我着做珍惜讲甲同事去讲，我昨昏听到啥物，这政府叫人半学足痛苦的，伊就会开始去讲爱安怎，就是因为痛苦，对我来讲，伊教我要安怎做，这较有意义。我若今仔听这嘛袂安怎，就亲像讲即摆名称艺人讲这人哪会着伊的别人的歌美将抹黑，我就袂有即种痛苦嘛因为我即摆嘛无支持特别支持的艺人就变讲。因为即个痛苦，我较会思考，
痛苦会互我去思考。这就亲像讲，有诶人做敏感，做敏感呢。有人就讲，遐敏感创啥应该爱神经做大条，安尼较过了较好啊。亲像我诶阿母可能就神经较大条，做乐观的毋过伊就变讲无痛苦，伊就袂去加去想。亲像我就是会去想讲既然遐痛苦，我就爱想看觅我要安怎爱有啥物较趣味的方式去甲伊转换莫若讲知影会输去嘛不要紧，就是会去想较远的，讲莫看这眼前有可能2年后、3年后阁无共款，嘛有可能就是因为即摆无拄好，即摆输去未来较会出现讲一个转变这转变是好的，就是讲咱若用即个肉体即个自我去思考，就做想要即摆就看到好诶代志，上好即摆就薪水就添落去上好即摆就看到家己诶愿望拢实现。毋过咧，这宇宙诶安排就毋是安尼，伊有可能就是足奇妙诶。你即摆看，介是足失败诶你拢要放弃啊。毋过有可能伫2年后、3年后，因为进前诶失败变成今仔诶成功。这个我举一个例，就是细汉诶时阵会晓听台语我会晓听，毋过迄个时阵就是学校诶关系就较袂讲开喙讲，拢无练习。对我来讲，这就是30-40年进前其实就失败啊嘛，就台语拢无法度讲嘛无法度讲，就会一直讲华语。若拄啊好华语的环境，就是若逐工拢讲华语是拢无问题，嘛无人感觉足奇怪，就足顺。就是因为拢足顺，就袂过去学台语拢袂就无痛苦的感觉。就有一天突然间，嘛是因为痛苦，就是小煞拢大家拢无兴趣。我就想讲无来学台语看觅咧。开始学的时阵，当然就会发现讲，我叫是30年前就失败要放弃的物件，哪知影30年后因为30年前的失败袂晓讲台语即摆30年后我家己较会愿意去学台语拼音，嘛愿意去学台文。若讲自细汉台语就讲足好，讲足足顺的。30年后绝对袂去想要学这，会想讲这啥物物件都会用家己做固执、做惯势的观念去想。若讲无拄着啥物事件，也是讲一个老师的演讲一个台语伴使人感动的一句话，若拢无的话，我相信就是拢袂去学台文去练白台文，拢袂，因为这就亲像我讲罗马拼音部分就无遐够一定动不动就可能就是一下就放弃。就亲像讲，以前嘛想讲要学日文50音，嘛真紧就放弃这就是共款。有时阵即摆
看起来就无顺，看起来拢是较失败的。毋过这有可能是为着去牵线，为着别项代志，爱先互即马家己敢真想要互伊成功的代志，爱先互伊失败，啊无就袂有第二件代志会发生。就亲像讲，进前我伫公司拢想要表现，好好表现，互顶司甲我欣赏。迄个时阵嘛，若毋是讲我的旧顶司就是无，就是讲这人袂使啦，这人安怎甲我嫌，就互我较轻松的工课势头去做。若毋是安尼安排，对我来讲，就是迄个时阵是痛苦的，是一个互我伤心的一个结果。毋过迄个结果因为痛苦，我就去开始写小说，甲小说完成。毋过小说完成了，阁有别种痛苦，阁开始学台语。就是讲，无痛苦的话，我就会一直做，一直做。就袂去转变。毋过宇宙是有智慧的，伊嘛知影讲，即马大家主流的观念，拢是想要去追求共款的代志。伊嘛无法度讲去转变你的脑海内底的观念嘛。宇宙敢若会当使用讲发生伫你身躯顶的代志，互你去想。无法度讲直接甲你洗脑，无就是互你做眠梦甲你控制。所以伊就使用痛苦的方式。我既然痛苦，就想要闪避，就想讲无我去换一个兴趣，换一个重点，莫讲逐工为共一件代志伫艰苦，这艰苦嘛无法度改善，互状况改善，就变讲有时阵即个痛苦毋是纠缠，是一个祝福。这是爱真有智慧的思想，较有法度家己想较会认同即句话。我即摆嘛是讲豆豆来，我即摆看到政府介绍讲人民保信任的投票看起来公道，眼前阁有罢免，眼前看起来拢是失败。毋过有可能就是即摆失败较有一个起头，就是另外一个代志的起头。亲像陈佩慧有可能就开始台语有关系拢找伊伊有可能就变推沙某伊的一个头人嘛，有可能。无伊就是会互搁较侪人明白台语。像即摆公投，为着去宣传这偌清德就是偌清德，伊就四界去用台语来演讲。这其实嘛是互咱知影讲台语还袂死去哦。就是伊有伊的有伊的任务，毋过人拢是做平凡的，拢是用即摆目睭去看，讲这公投就是投票嘛，你若成功失败，就是安尼尔。无看到讲其实真侪人阁重新开始听着台语用台语讲落长。我嘛会使讲会当去听，嘛会使，就是爱看用啥物角度去看，而且这是人类的角度，宇宙的角度，伊其实就是有伊的安排。
即摆看博有可能就是讲，国民党舞这出来，美国就知影讲会扣分啊，讲这国民党的就是安尼，有可能就是以后状况佫改变啦，有可能这好甲歹，真正毋是讲看感情，而且诚侪物件就是过程，过程其实是比结果佫较重要。这嘛是昨听林二鸟讲的。有时阵即个剧情是啥，其实无差呢。有可能讲，今仔我是讲去学台语，学到有一个结果，也是讲我去学心灵，我去学赛事，搁去考试啊，考心理师啊。若我学台语的话，有可能就是开始用台语来写作啦。有可能我是用华语写小说，写查甫甲查某的恋爱故事。这三种看起来就是无共款的代志。而且，我身躯边的共温层都会无共款。毋过，有可能这三种代志，其实是这个过程是要互我看共一个过程，就是讲，有时阵若讲这电影去搬，伊是要互咱知影一个代志，伊会使用动物，而且会使用讲，会去练功夫，嘛会使去换一个事件，去，换一个去爬山，无共款是人爬山，阁有动物，伊去找亲情。我看起来拢是无共款的事件，其实伊想要这过程内底想要表达的物件是共款的呢。这嘛定定咱嘛知影有这种技巧嘛，就是听起来无共款的故事，毋过其实伊过程内底想要互人明白的物件是共一种。我的人生的剧本嘛是共款啊，看起来讲，哪会差遐济？有人是考公务人员，有人是考律师，有人是安怎看起来拢无相像。其实这过程内底会发现讲，想要互我学的物件、学会晓的物件，是共一个物件呢。有可能教一个想要考律师，结果考诚侪档的人，我甲伊想要学的物件也是讲即个过程其实是共款的，就是讲，就是爱去思考讲，即个过程学着什物物件是重要的，而且我嘛豆豆去调整讲我的价值观，就是讲每一个代志拢是有价值的，而且呢，咱家己有家己的价值，而且拢是家己去认定的。有的人足无自信的，就算讲伊啥物拢好，啥物拢比别人搁较厚，搁较厚，毋过伊若认定家己是无价值的，这嘛变讲重点嘛是爱家己感觉家己好，安尼较有效嘛。无别人讲你足厚的，啥物拢会晓，迄人听起来想讲这听甲足插耳的嘛有可能啦，听甲诚艰苦。因为这人无机会去学习讲，甲家己和解，无机会去学着讲，其实就算讲即马我的台语讲无顺无啥好，即个腔怪怪，毋过只要我认为讲，我的台语是诚好，
哪是讲即个台语讲啊诚好，是讲即个台语的精神，吼，啊无就是讲，我的台文好，吼，就是爱家己去为家己去，就是家己的价值爱家己去认定，这是重点，嘛是做者代志拢是爱转来家己的想法较重要。就亲像讲，我写小说，认为讲我写啊诚好，逐个拢无兴趣。毋过若我相信讲，哇，我著写甲诚好诚好，无敢讲无爱看，无爱看遐济字嘛不要紧，凊彩由在你去。我认为家己的价值第一只就是啊，就是爱去练即种物件。我就是豆豆安尼去调整，知影讲，足济以早头壳内底的物件拢是社会，主流的观念。即摆豆豆有一寡讲，会使家己搁较好，毋过这搁较好，毋是讲甲别人拍败，也无就是讲，委屈家己，牺牲家己，每一人拢家奉待，拢毋是。我著学会晓即种物件，就是安尼。